2026年2月24日，跟從耶穌舉目。約翰福音17章1至5節。喺生命嘅最後一夜，晚餐已經結束咗，洗腳嘅水盆放咗喺角落，猶大亦都已經消失喺夜色之中。喺呢個時候，耶穌做咗一個動作，佢舉目望天。約翰福音1章17節。風暴將至，十字架嘅陰影籠罩住佢嘅內心，佢選擇向上仰望。呢個唔單單係祈禱嘅姿勢，更加係一種人生態度嘅表達。對比現代社會，我哋總係低頭向下，望住手機嘅畫面，睇住電郵及待辦事項嘅焦慮，又或者係注視賬單以及銀行戶口嘅數目。但耶穌卻係選擇向上仰望。喺預苦期，隨住耶穌嘅目光，彷彿邀請我哋暫停片刻，重新校準我哋人生嘅方向。耶穌說：父啊，時候到了，願你榮耀你的兒子，使兒子也榮耀你。約翰福音17章1節。耶穌尋求上主榮耀自己，目的係讓自己可以榮耀上主。基督徒嘅生命係尋求上主嘅榮耀，並藉住自己嘅生命榮耀上主。但真正嘅問題係，耶穌所指嘅榮耀係乜嘢？耶穌所指嘅榮耀並非一般社會嘅理解，而係顛覆社會常理嘅含義。喺羅馬帝國以及現代社會，榮耀意味住財富、權力、榮譽，而期望嘅係升職、讚賞、子女學業嘅成就。但耶穌所尋求嘅榮耀係不惜要面對受苦、死亡，都要完全遵行天父嘅旨意。呢種榮耀帶嚟嘅係永生，世俗嘅榮耀帶嚟嘅卻係競爭與窒息。耶穌再說：認識你獨一的真神，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，這就是永生。約翰福音17章3節。追尋上主嘅榮耀帶嚟嘅結果係認識佢。呢個就係永生。永生就係對上主嘅認識，係一種關係上嘅連結。因此，永生並非死後嘅門票或者保險，而係一直活喺與上主親密嘅關係之中。人生最大嘅榮耀係與上主親密連結嘅關係，並因此樂意活出佢嘅旨意。當我哋喺廚房洗碗嘅時候，因為默想上主而有嘅寧靜，呢啲就係永生嘅榮耀。當我哋喺會議室面對壓力，心裏面呼求上主嘅臨在，嗰啲亦都係永生嘅榮耀。耶穌生命嘅榮耀並非因為要成就乜嘢宏大嘅目標，而係每一刻與天父同行，成全咗佢嘅旨意。約翰福音17章4節。喺預苦期，跟隨耶穌舉目望天，叫我哋唔再係只有低頭咁樣追尋成為成功嘅人，讓世界定義我哋嘅價值。抬頭，讓我哋再一次回歸生命真正嘅價值。我哋被天父所造，喺呢個暫時嘅舞台上面，藉住每日嘅工作與家庭，愛與愁，快樂與痛苦，追尋並且活出上主嘅榮耀。預苦期嘅盼望提醒我哋，最終要回歸那永恆的愛。反思默想：一、今日我哋追尋乜嘢嘅榮耀？
上主喺呢啲嘅榮耀中有乜嘢嘅位置？ 2. 計劃安排5至10分鐘，設定3分鐘嘅手機計時器。停下，閉上眼睛，或者望向窗外嘅天空，承認喺內心默念：父啊，時候到了。提醒自己呢一刻係神聖嘅，交託禱告咁樣去講，幫助我喺接落嚟嘅幾個小時，唔係為咗要證明我自己，而係為咗要認識你。願我手所做嘅能榮耀你。